代志啊？包大人哦，甲一大堆迄官兵拢来呢。啊，保证果然来啊！快紧来，安尼紧来走。无咯，中华，哈，等咱是安怎哪着走啊？阿娘，你定迄一日吼，叫包大人讲，叫伊就甲你跪，一定总唔甘愿的，再去带一阵官兵要来甲咱抓无？戆囡仔，包大人毋是要来掠咱的，是要来请咱的。请人？要请咱创啥？要请咱回京城去享受荣华富贵啊！回京？阿娘，你讲啥我听无呢？中华，哈，以后咱就要来去住咧京城咯。要住喺京城，毋着爱款行李咯。毋免啦，咱若去到京城，爱啥物就有啥物，互你享受不尽啦。阿娘，你今仔日讲话哦，拢甲较早无共款，我拢听无呢。中华，这几年来，你对阿娘也食袂少的苦，今仔日总算是苦尽甘来。阿娘坦白甲你讲，当今的皇上是阿娘的亲生囝。当今的皇帝是阿娘生啊？是啊，哦，安尼你才会要转去京城哦？是无对，包大人就是要来请咱回京的。那安尼，阿娘，我敢免甲你转去？当然的咯，你一定爱缀阿娘来去啊！安尼真好真好，即摆皇帝就是阮阿兄，我。中华，哈你若记着伊，就爱叫伊兴王。哦，叫兴王啊！太好太好！阿娘，你拢来啊呢？来到咱门家口啊，快紧的！已经来啊是？哈，中华，你紧扶阿娘来去门卡口遐等。哦，快紧！哦，人足多呢，人都是人呢。阿娘，这这。皇上下乱教，一心报信，叩见太后娘娘。报卿平身。谢娘娘。李大人，叩见太后娘娘。金平身，谢太后。皇上，这位就是李太后。
赶紧准备香花，定要替我的母后祈求上苍，使伊良眼重见青天。遵旨。皇帝呀，不要，阿娘，我话啦，哎呀。愿中华可见万岁，万岁！官人封你为安乐王。哈？甘乐王？你哪知我爱拍甘乐啊？嘿，官名叫做安乐王。哈，是安乐王啊！是啊。啊，做咧要安怎讲？紧下温啊！下旨龙运，平身。哈啥？起来！哦，平身就是起来，哈哈。母后，请上銮驾，随儿臣会调。是啦是啦，安娘，外面哦一台车是偌水的，我带你来去坐迄台上水的。母后，儿臣已尽孝道，甲母后你拖车。皇帝爷，你要拖车？你拖我甲你杀。